圣灵更多的在当中运行，圣灵的活，圣灵的活，求你在当中运行。主，我们更多需要你，主耶稣，我们更多的需要你。全心欢迎你来。
一个影响世代的人。我们再次敬拜耶稣是光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在这个圣灵降临节，